一口氣興建伊丹、神戶同埋關西3座機場。鬧寬頻電視記者歐花華報道。美軍非洲司令部司令沃德證實，美國會協助索馬里過渡政府重新控制首都摩加迪沙㗎。嗱，美軍點解會再次介入索馬里內戰呢？今集我哋請嚟崔偉恒同我哋分析下㗎。Danny 你好。嗱，美國咧其實一直都有向索馬里政府提供協助啦，即係好似我哋講到軍事訓練啦，同埋彈藥咁。其實今次會唔會好似一啲報道所講，屬於係軍事介入呢？其實早於2006年嘅時候，美軍已經曾經用過 AC-17型嘅空中炮艇啦，去幫助索馬里打擊一啲即係分離組織同埋叛變嘅組織。咁而啲叛變組織咧，往往咧都係同一啲回教極端主義有關。咁喺06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曾經就幫呢個索馬里嘅現政權咧，係打呢一個叫 ICU 嘅極端回教主義組織。咁今次其實咧係舊年嘅政治安排之後，差唔多最後一次嘅軍事行動，希望就幫呢一個中央政府咧回復翻一個世俗嘅政權，就唔好令到一啲回教極端主義可以喺呢個索馬里上台。即係你都認同唔係一次性嘅事，即係一個過程。今次係其中一步嚟嘅喎。係啊，今次係最尾一步啦。咁希望能夠咧重奪翻呢個首都，因為呢個首都有個象徵性嘅意義。咁而實際上呢個首都咧，暫時嚟講係俾阿爾蓋達組織一個外圍組織叫阿爾沙布嘅呢個組織啦，係即係控制咗2年。咁希望今次嘅軍事行動咧，最尾一個即係強弩之末啦，可以打擊咗呢一個即係阿爾沙布呢個組織。不過美軍喺93年索馬里嗰個軍事行動入面遭到重挫之後咧，軍事介入喺索馬里內戰咧，似乎就成為美國一個都係幾敏感嘅議題。其實係咩原因令到華府而家唔可以唔幫助索馬里政府呢？我諗嗰個輿論或者媒體亦都幫助到美國政府，就話要下定決心將索馬里一啲親阿爾蓋達組織嘅一啲外圍嘅恐怖組織咧，係要打呢個最致命嘅一擊。咁其實亦都配合咗嘅，因為點解講話輿論配合呢？就係3月10號嘅《紐約時報》或者其他主要英語世界嘅報章咧，亦都有報道，聯合國出咗個報告，就指出就係話咧，索馬里政府入邊有一啲人咧，就同呢一類嘅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半恐怖主義組織有一啲嘅聯繫，咁就將一啲人道嘅援助、一啲嘅糧食咧，就私底下咧就賣咗出去，跟住去致富嘅。咁差唔多有超過70%嘅呢啲嘅聯合國俾索馬里人民嘅一啲嘅糧食咧，就俾人偷咗去。另一方面咧，呢一啲索馬里政府嘅一啲內部人士就同呢啲半軍事嘅組織咧，亦都有啲嘅聯繫，就販賣嗰啲外交護照啊、外交嘅簽證，等佢哋去到歐洲去 shopping 又好，或者去玩又好。咁所以其實而家嘗試去製造咗一個輿論啦，聯合國亦都希望美國介入，就話去令到索馬里有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失敗嘅國家，唔係一個失敗嘅政府，唔係一個 failed state。因為如果係失敗國家嘅話，根本連即係一般嘅法律、一般嘅秩序都冇得維持嘅話咧，就令到阿爾蓋達組織可以喺索馬里入邊咧，可能係即係培訓呢一個恐怖主義成員，又或者令到索馬里變成一個咧係遵守極端回教主義嘅國家。咁其實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咁重要非洲進入地中海一個咁樣嘅即係地理位置嘅國家，如果係變成咁樣嘅局面咧，去到亦都唔想。不過美國目前咧喺阿富汗同伊拉克都有派駐士兵，如果再兼顧埋索馬里又得唔得？會唔會重蹈翻93年個覆轍呢？我諗當時嗰個覆轍，今次就唔會㗎啦。咁因為咧，其實今次佢希望一個快而準確嘅一個方法咧，去打擊最後一批民兵，係即係呢一批恐怖主義嘅組織啦。喺呢一個首都摩加迪沙。但係另一方面，如果唔靠美軍，其實仲有其他嘅一啲嘅盟友啦，非洲嘅盟友支持嘅，譬如呢個盧旺達同埋呢一個布馮迪嘅一啲嘅民軍，亦都會幫助呢個美軍咧進入摩加迪沙。咁另一方面，其實因為政府軍亦都好差嘅嗰個力量，傳聞佢嗰個軍隊最高司令咧係之前嘅工作係一個炮兵，但係再之前佢未做炮兵嘅長官之前咧，原來喺德國嘅麥當勞做副經理。咁你諗下佢軍事經驗或者帶軍嘅經驗相當之少，咁所以美軍今次其實佢有一定嘅風險，但係另一方面對方亦都即係差唔多係強弩之末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風險其實相當之低嘅。好，唔該晒 Danny。今集國際評論咧睇到呢一度啦。
投資度假首選惠陽碧桂園山河城，三面環山，碧水環繞，創新大花園，小戶型別墅，平均尺價為743蚊，超值體驗68蚊，帶你暢遊惠陽碧桂園山河城。恒生指數速遞係由博陽太陽能技術為你提供。今日恒生指數係21,228點。以上資訊係由博陽太陽能技術贊助播出。